嗱，真係好好風啊！今期咧，坤少嚟到樂丁山呢個小區哦，同大家推薦一套樂丁山咧啱啱放盤嘅一套澳門業主嘅度假屋啊！嗱，樂丁山呢個園區咧就同大家簡單咁做下介紹啦。咁樂丁山一期哦，我哋陣間要睇嘅係樂丁山一期嘅。咁咧佢就係2016年先收樓嘅，即係收樓到而家為止嘅話咧，就係得10年到啊！而且樂丁山咧，當時我交樓嘅時候咧，係全部係無批交樓嘅，即係話所有而家啲裝修嘅單位咧，都係業主自己裝嘅，即係唔係開發商嘅裝修嚟嘅嚇。嗱，樂丁山嘅園區咧，可以睇到啊。如果你喺振華路嗰邊睇入嚟咧，好似見到好密咁啊。其實你入到嚟呢個小區咧，先會覺得別有一番天地啊！睇到未啊？成個園林咧就錯落有致㗎，樓距咧亦都比較闊㗎嚇。園林綠化咧亦都係做得非常靚仔㗎。可以咁講啦，振華路啊，除咗珀利山之外咧，我覺得樂丁山咯，相對嚟講係真係比較一個唔錯嘅小區嚟㗎啦。但係咧，佢相比較珀利山嚟講咧，佢又完全做到人車分流啊！即係你而家可以見到樂丁山成個園區嘅話咧，係唔會有車入到嚟嘅。即係有時你有小朋友啊，甚至乎喺小區散步啊，你都覺得非常之安全嘅嚇。然之後咧，我坤少所處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樂丁山1期同2期交界嗰個大草坪嚇。呢度有啲兒童嘅娛樂設施啊，同埋咧背後咧亦都有一個泳池嘅，即係樂丁山呢個小區咧係有一個泳池啊。樂丁山咧總共有18棟樓嚇，然之後每一棟咧都係32層高嘅嚇。咁今日要推薦嘅咧就係樂丁山嘅1期啊，攝影師睇睇啊，就係呢個單位啊。呢個單位嘅話咧，佢出入小區哦都非常之方便，因為坤少指住呢個方向咧就樂丁山1期嘅大門口啦嚇，就呢一邊行過去咧，但係2分鐘到。咁最近呢個門口嘅咧，最近呢度嘅門口有個消防門喎。平時出入咧你就行呢個門得噶啦，一出去咧就已經係振華路啦，就可以好多啲商店啊、配套啊，全部都齊晒嘅。同埋公交咧，呢個站呢度咧又有 T91啦，又有嗰啲去深圳嗰啲大巴啦，30蚊到深圳嘅啦啊。T91咧就18蚊，就港珠澳大橋嗰度坐金巴都非常之方便嘅啊。咁今期要介紹嘅就係呢一棟電梯嘅21樓嚇，澳門業主嘅度假屋。然之後咧，佢房產證嘅面積咧係115方有多少少嘅嚇。咁保養非常靚仔喎，做到拎包入住㗎，而且價錢都算實惠。我哋講咗咁多，不如去現場望一望佢好唔好 ？OK， 坤少咧就嚟到呢個澳門業主嘅21樓啊。嗱，佢以前咧係度假用嘅，但係用呢啲不鏽鋼嘅門咧，用到非常之紮實嘅嚇。咁我哋關埋門嚟睇下佢間澳門業主嘅度假屋啦嚇。咁呢個咧佢以前嘅設計呢度咧就冇偷到嗰個鞋櫃嘅面積出嚟㗎啦嚇，但係咧一樣整咗個簡易式嘅鞋櫃嚇喺呢度，所以咧換鞋都冇問題㗎啊。咁可以睇到啊，冇做餐邊櫃嘅情況下咧，成個餐廳咧會顯得更加闊落嘅嚇，可以見到啊。呢個業主咧喺澳門度假用咗咁多年之後，就好少翻嚟㗎啦。然之後喺珠海買到樓啦嚇，所以咧就放呢間屋出嚟啊。可以見到啦，佢當時用嘅全套呢啲全部都係華帝㗎。華帝呢個牌子嘅話咧，喺中山嚟講係好多家庭用㗎，然之後質量都非常之好嘅。成個廚房可以見到啊，都保養得非常之新淨啊。咁呢間屋咧，其實佢就冇做即係格局方面咧，就冇做任何嘅改動嘅，依然保留咗呢個廚房出去嘅生活陽台嚇。所以咧，而家企喺廚房呢度咧，係風非常之通透嘅，保留呢個陽台之後啊，即係風非常之大㗎，扯風啊，同嗰邊個陽台對流啊。咁跟住我哋嚟睇睇呢個客廳啦。客廳嚟講咧，佢係參客廳一體啊。餐廳位同客廳位咧，佢個開間咧都有3.8米度嘅嚇。呢個戶型喺樂丁山嚟講咧，相對嚟講係比較稀缺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樂丁山咧好多啲3房戶型咧，全部係得一個陽台嘅。但係呢一套咧，佢係真係有2個陽台㗎。啱啱你見到個生活陽台㗎啦。咁呢個客廳出去咧，一樣有翻一個自己嘅主陽台㗎。呢個陽台咧，呢啲位置咧，因為港澳人士咧，佢真係比較用心去裝㗎。呢啲置物櫃全部幫你做好㗎啦，兩邊嚇。所以咧，有閒置嘅物品咧，放喺呢度都非常之方便嘅嚇。咁仲可以睇下啦，呢個陽台嘅視野咧，佢就向西多啲嘅嚇。但係望出去嘅視野咧，有山啦，有別墅景啦嚇。咁同埋咧，可以望到樂丁山呢個雅居樂開發商嘅老細嘅白宮嚇。所以咧，非常之靚嘅一個景，呢個視野嚇。然之後咧，業主講咗㗎啦，所見即所得啊。當年咧2萬蚊買翻嚟呢個空調啊，都係送俾你嘅，可以見到啊。同埋呢啲家私咧全部都係新嘅嚇，而且咧試坐下先啊，比一般嗰啲裝修代賣嗰啲咧質地好好多，因為坐落去咧好舒服啊，比較實淨啲睇落去嚇。咁一樣係3房2廁咧，
房間呢度咧，個業主就將嗰個床咧都已經擺好噶啦。咁可以入嚟睇下，呢個係其中一間客房嚇，一樣有大飄窗，米半個床，然之後仲保留得咁多嘅空間，即係講明咧呢個房間嘅面積起碼去到13個方度嘅嚇。咁再過嚟睇下啦，呢個工位都做咗乾濕分離噶啦。當然咧，呢啲地板就係有年代感噶啦嚇。嗱，再睇下呢間客房咧，做咗一個榻米衣櫃幫你做好噶啦嚇。呢張床要放幾多人先好啊？其實好實用嚇。通常好多港澳業主咧都會將嗰啲床做得比較大嚇。咁呢個主人房可以見到啦，空間係更加大噶，一樣係帶一個大飄窗嚇，睇到未啊？呢個空間夠晒噶啦。115方嘅3房2衛，做到咁嘅面積，你覺得係咪好實用啊？嚇！咁呢個澳門業主委託咗坤少咧放呢間屋，然之後咧係坤少建議佢將間屋咧質靚仔啲，所以咧佢就將即係賣出去之前咧係做咗個翻新嘅，牆身油漆全部做過噶啦，廳嗰啲家私咧亦都係全部買過新噶啦。咁如果呢個業主又調咗價錢而家咧就83萬8就可以買到呢一套115方嘅裝修保養咁新淨嘅3房2衛嚇。如果有興趣喺沙鄉買雅閣樓樂丁山呢啲比較新淨嘅3房嘅話咧，就不妨嚟睇下呢一間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